乡亲朋友大家好，非常收看今日福气类嘅节目。今日大家咧讲嘛解啦，哇，当从了啊！你研究大家系咪有接要谈到视觉失调症？不过你系乜嘅东西，去可能到大家想嘅强容，然后冇强容。今日绕墙到专家咧到节目地图，然大家咧分享，大家咧分享你今日咧边嘅系你嘅社工线上长义呢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倡议呢，当欢喜今天又做了一篇来大家讨论哦。耶，很开心哦！我们的昌行长是在苗栗嘅客家人。嘿，真嘅，因为今日要录节目之前，同行长大追顾，发现过哇，行长讲给专业嘅东西，可以用客家话讲，其实讲得很好。尽量，因为很多来宾来到节目底度，唔过公司采访用客家话去讲专业嘅东西，其实会练习，因为它有很多的专有名词。对啊，对，我今日同大家的分享的专有名词就系思觉失调症。对，青岛跟乡亲朋友一开始谈到嘅时间，就说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以前都不认识有按钮给片，不过其实可能大家以前就听过，其实只是论述。要去讲给缝什么用用？所以到底什么是思觉失调症？思觉失调症就像以前讲的精神分裂，因为糖豆分裂，他家做个讲，或者糖豆精神病，他家做个讲。冇用。系，故说呢，假使不开完呢，你妈唔愿意看医生。包括七家有安尼问题，嘛唔愿意看医生。故说咧，安尼病人造成多沙飞问题。103年的精神医学会老一辈专家就想讲，要怎么解决，让这些病人可以有更高的就医的意愿。是，所以就精神分裂症要在污名的一个疾病名称来改做思觉失调。基本上就是思想的改变，还有一些认知的改变，很多的情绪的改变影响慢慢讲真的。很多分裂啦，看无糖啦，所以103年的，大家就来改很多视觉失调，伊下冇嘛，很多精神分裂症对，各位冇唔错，因为大家对安用嘅片尾有误会，对不对？你共识才把以前啲总下嘅时间，就是会觉得好像我们常常以前会听到阿公阿婆呀、爸爸妈妈会讲，好像隔壁谁谁谁呀，总头那位有咩个，像咩个阿公妹啊，对，有冇安用嘅讲法，错冇，然后你就会吃到。好像没有治疗，那怎么办？就会好像放在家里面，黑公抗氧冲给问题就会用，还把它绑起来。有啊，其实当多安尼问题发生就係，不看有冇感覺有安尼病人啲不看哦，盡量冇俾出去，要弄人，就用臉嘅關起來啊，哈，收起來啊，按個做延誤佢治療嘅期間。錯，那本意越來越嚴重啊。錯，嗰時候基本同大家來講，就會說跟所有的鄉親朋友來講，其實也係一種嘅。偏冇唔錯，不過大家要正視安用嘅問題，唔可以大家想嘅安用嘅。不過都帶佢係因為嘅原因會有思覺失調症，我們這邊也跟大家來分享。思覺失調就像以下可以當正常嘅講法，你思想天人嘅家係咪作散夫？好，乜嘅場合要講乜嘅話，可以思考。这个做出正确的判断，不过佢冇拍图，假使佢欠的话，我想讲有时候欠较收斂一些咧，可能要在场合中得欠还还是收敛一下，不过佢冇办法控制自己，因为佢太多的回路失常，对，才会造成这种问题。当然啦，有时候思觉失调的人，某一天讲，佢就有攻击性还可能佢回路。到底是比较激烈的反应，还是比较低下的反应来造成的，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，这里讲思觉失调按有给偏，比如讲我如果用一个光谱按冲，其实佢真嘅有阴阳冲嘅，不过它也有很轻微的。对呀，嘿，对呀，故说家家有按用嘅问题给你去看欣赏嘅时间，欣赏其实要经过很专业的判断来理解，因为我们这边讲到，比如讲欣赏讲系太浓嘅问题，你看这边像幻听啊。幻想啊，这是我们一般人会觉得好像我们比较常听到的症状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思觉失调，当然就会想讲係太多的生病，生理性的生病，听对。其实呢，佢还有心里面的问题，心理度的问题，会造成佢情绪冇问题，再個係沙飛問題，因為佢生理同心理的問題發生了後，佢冇辦法攞沙飛做連結，所以生理、心理、沙飛三種問題交錯。对，就会变到安尼问题。故说佢真嘅唔係單純心理問題，所以他遇到問題嘅時候，你總得同佢講，哎呀。
你这个你自己要克服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摸胸按抖，你不可以这样讲，因为你黑。真的还有问题发生。那大家就会说病因到底为什么？其实现在应该还很难去。病因哈，先来讲，从细开始讲，出生的个时候，有的人就决定讲，那100年我得视觉失调，更多遗传性。因为遗传性的比例，要讲比较少啦，因为还有综合后续你的发展。你在学校，你在工作职场，你在大环境里面，胎环境底部有没有受到什么挫折，都会引发你后续会不会产生这种问题出现？可能有视觉失调的基因，他们某一天会发病，就要看你在这个历程里面你受到什么挫折，你自己能不能够去做处理，还有。就会讲，正性症状啦、负性症状的问题就会，大家年咧表现无空样。正性症状出来，家人就会家看到，可能啲路旁看到有人对着天空说话，某年大家对着天空说话，或是谩骂，或是像混乱性的言语及行为。混乱性的言语的行为，来讲一下沙菲事件哈。啲讲小灯泡药的事件哈，前2礼拜判决就会给真的视觉失调症的患者最明显的症状是，他有攻击性的行为，比如攻击小灯泡给他生嘢行为，看洋葱，给他说法係講，佢係乜個時代皇帝哦，佢必須要做出咁嘅行為，我要張口一樣攻擊別人，還有殺人的行為，對，給出很多混亂性的言語發生，哦，係，就很多正性症狀，負性症狀嘅話，其實哈，就係可以看醫生人突然。某想要出門對任何事情漠不關心。比如講13年以下跌倒嘅生嘢跌倒，唔會他家來牽起來。錯。像我小哈，按過幾個人就喊過去，沒有感覺，沒有知覺，對任何事情沒有任何的反應跟同理。對，情感性呢，就像比較會有一些焦慮的症狀，好憂鬱啊，或是失落的情緒，有時候甚至會很浮躁，懂會看，懂會看。還有認知功能就像一下寒田哈，但是你田的反而唔想講做較良道嘅啊哈，寒田都做較多啥嘛，唔好看到安尼人就係不管當寒的田給佢做，甚至有打赤膊，好，陸豐有的打赤膊呀，明明按寒給佢打赤膊，但是認知功能已經發生了障礙。你看哦，時常講嘅亞洲好像很明顯嘅症頭，不過迄講你真正有視覺失調嘅。病的時候，初期的症狀沒有很明顯。初期的症狀沒有很明顯，對，因為他家就會想講可能一時嘅心情唔好啦，可能有乜個壓力刺激到佢啦。比如說，如果黑不下給你青少年，他還沒知道，因為他可能要聯考給管配。對呀。像你剛剛說情感的症頭，他可能會知道可能他最近失戀啊，對呀，對，對，所以他一時的啦。可是如果說他不明顯的話，怎麼辦呢？因為他可能到了很明顯的時候，對，一年呢，也係一種半年過去嘅，不有咁嘅問題。有，其實都。啲門診要看，當到真的會到醫院來㗎哈，一門診啲講已經持續了半年，還係1年呢。伊還越來越嚴重到有攻擊性行為，或是佢會自傷或是傷人的行為㗎哈，將會帶到醫院看。錯，嗰時候已經透過黃金的治療期。所以有安尼問題出現嚟㗎，唔好驚講我帶去醫院陪醫生看，本專業嘅來做評估，要把握嘅黃金嘅治療期，不管係用心理治療，還係用藥物嘅治療，要把握那個時段。對，所以懂重要。所以就像像大家講嘅，迄講真係有安嘅問題，我知道，我覺得大家因為就像時常講嘅，你還沒有路嘅子星輕發達，我覺得大家不要去忽略，或是講排誰，因為以前嘅你就會知道，哎呦，我排誰一看啊，你講像呀，同大家講，我要去精神科掛門診，大家會不敢講。對，因為你看到你牙痛，你會講，你講我要看牙齒，頭牙痛，我去看頭牙痛，從冇愛看到。不過你講去看精神科呀，大家就會知道，好像不能講，對不對？體內傷科就係安尼吼，下課嘅家當到學生做，未來冇牙青島嘅問題就講。我不可以有安尼症頭呢？唔係去看先生，唔敢帶佢去看精神科，因為老佢講我帶佢去看精神科，就顯得我卡發脾氣講又沒點咧，做乜帶我去看精神科？太就很容易，冇問題。對呀，你又帶我去看精神科，這麼敏感的科別通常
没有办法一次就到位，就一次就带给一款精神科。我要教家就讲吼，伊喺医院看门诊，他敢咩就戴个口罩。好，戴定的，因为预防感染嘛，所以啊，你去医院的家下，你就戴定口罩去，啊，挂号的，你就坐到嗰边一等看先生，其实唔好用的，唔本人认出来，一两百下吼，家就要动吃盐的啦，动吃盐讲哦，我助你看精神科啊，我助你给偏看门诊，其实唔好用哎，只要跨出那一步。其实没那么难，没有这么难，对，没有这么难。不过大家是袂想啊，其实豆单用用饲料，你聊下，等下张总来讲。今日到番禺做的绕墙到长信上来到节目地图同大家来分享思觉失调。我知道就是大家已经很流行讨论按用给法庭，不过真正黑面已真正有去了解。我知道了解到思觉失调按用给偏也好，按用给针头也好，其实有清楚的观念，而有基本一个节目，我觉得要传递给大家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讲一下，我们帮大家统整一下大家对思觉失调的误解。一般哈，因为我伫精神科有工作过，错，我这个还蛮意去个偏方的家下，我妈会讲心，妈会讲啊哈，思觉失调的偏也还没有攻击性啊，对，佢还没有大爱啊哈，还没有骂人啊，还没有用的哈，结果去到偏方的家下我长啲，一般人家老给我攻击你哈，还用的骂人的哈，其实他们90%、90%的人还点轻呢，动作缓慢呢，哈，因为给他的。生病久了哈，他们很多脑的功能，一些肢体的功能、语言表达的功能都是比较缓慢的，是他推发，所以没像人看那天师风的安尼哈，我打你骂你的攻击面哈，这种冇接受到好的治疗或是稳定的治疗，怎么会变发多安呢？第二朋友老太太讲一下哈，唔係真係像天使風看到安呢，我打你，我罵你，然後我有攻擊性的啦。有時候以為戲看吼有一些戲劇嘅好高嘅低度，不過大家喺講有認真談吼，大家有發現時常會講到嘅原因就會講，因為其實是因為你可能失去了黃金治療的時間，然後抗洋蔥嘅在大家想嘅哇幻聽很嚴重，對，幻覺很嚴重，然後攻擊很嚴重，其實你喺真正都按用你，所以我覺得更多按用給平吼，家裡的人的心態很重要，我們社會我們每一個人對這樣的病的一個認識跟想法要輕重要吼，不過大家更多可以誤解，那所以講到誤解，那怎麼辦呢？我們來講一下給吃療，其實。吃藥很重要，對不對？吃藥一定是最重要的，首重最重要的。如果某些藥的控制後，你下背嘅心理的問題啦、沙飛的問題全部會有問題。所以它是環環相扣，環環相扣，你缺一不可。啊，生理的方面就係你是藥嘅種的團，一張藥固定要專業一刀。啊，本生理部分就交給醫生，還有心理師。然後心理方面的問題，我們有心理評估，可能做食藥嘅都一部分嘅加時間，可能2張嘢、3張嘢，做一下心理的評估。然後唔單止是食藥嘅問題，你心理的一些評估指數是不是也是正常？要給醫師做依據，調整藥物的依據。藥會唔係應講食一種就食一種，我可能嘅時候嘅狀態來讓調藥嘅。安尼張床，唔係像看個天使風誒，吼個偏顏色嘅藥啊，家下戇啊，行路無穩啊，吼，行喺講會流口冷水啊，吼，其實以下藥嘅唔會像安尼表現出來啦，以下藥嘅會針對偏顏嘅狀況來做調整，所以講老醫生批下食藥嘅係當重要嘅。不過大家可能會有一個誤解，關於吃藥這件事情，因為大家會知道，像比如講你可能反超睡唔停，會吃安眠藥，對不對？大家會知道吃安眠藥，說哎呀，我去本時常看討論過後，吃到我嘅偏有較好哦，我睡眠嘅問題有改善。故說我安眠藥，我從可能1顆變半顆，就慢慢減少，對不對？對。可是
思觉失调的药唔可以按用冲吗？哦，唔，这很重要嘅观念。对，所以不可以自己吃一吃哦，我吃到卡问题咯，我就停药。哦，做唔得，因为哈，其老一般的药係冇空用嘅，佢控制你各方面的机能。加前面就有讲到嘅，加係一種大腦嘅回路冇正常，怎會影響嘅？唔係像人衰冇。睡眠品質唔好，按睡了半粒，我就睡了一粒，按你睡就好嘅哈。思覺失調因為有一些很複雜性的問題要處理，跟藥係針對給他回路，還有給他一些情緒各方面的問題來做整個的控制。所以你去假是想講，今日有較好嘅哈，每一本副卡嘅平時是按到藥對身體唔好，去假停藥嘅，按你對佢嘅腦部嘅穩定性就越來越唔好。偏越越重。那我問一下，迄個比如講，你吃到幾次又是半年嘞，可能不下給你們，也係他自己會吃到個，其實有改善啊，控制得還不錯，因為本來就唔係按洋蔥，較輕微嘅問題，我就停藥，停藥過後又吃到變啊看洋蔥，過去看先生，又食藥嘅，用反反复复，按迄吃唔好誒，吃難治療呀，反反复复會變得更嚴重。對呀，很多一看先生嘅時間，大家會知道，比如講你吃抗生素，大家會講會有抗藥性。像按用嘅片嘅藥嘅有按用嘅問題。藥嘅吼，醫生會針對其實藥嘅係咩適合嚟做調整。假使講醫生看佢下狀況較好了，可能嗰個老藥嘅稍微做調整，再個觀察講，按你來停藥嘅都較劑量較少，它是不是能夠穩定？假使發現很重唔得嘅話，可能要再個做調整。所以做乜嘅會有急性嘅狀態，家做啲醫院調藥嘅，調到對不對？急症啲醫院調藥嘅係煙嘛哈，你調藥調到問題嚟家將半轉。哦，嘿，即係按你問題，但唔過轉嚟家下吼，輕鬆藥就係藥嘅行業繼續食，當到就係轉嚟家下吼。冇啲醫院按你三餐按你肯定來說，即刻停藥嘅，我就唔記得食藥嘅，最後你要復發要再個送去醫院。因為看天時哦，你看因為看天時吼，因為看天時嘅時間，因為第講因為你喺到幾片嘅，比如康復中心呀，喺講醫院嘅時間，護理師真的他很用心，因為他每一餐都好像幾乎是檢查你，對，後面他真的好像是檢查着你，看着你後面真嘅有食藥嘅，對，唔過專業不下，那我要問一下。回到家里，家里的照顧冇可能從醫院按用你，要如何？你會靠聽你不下給你？我們說患者，你一定有穩定的吃藥呀，因為是不是這樣講好了？是不是說他輕微的患者，有時候還是可以工作嘛，對不對？對，你看嘛，已經上班過後，對，然後他怎麼辦呢？對，這有一個問題就是，我卡人哈，開始支持度不夠。支持度不夠，按個給予啲醫院懂問題呢，就盡量不要讓他一直在醫院嘛，一直在住院，因為給他功能會慢慢的越來越弱，外面社區沒有做連結，啲醫院輕鬆嘅就會講啊，因為老安尼偏人哈，啲醫院問題嚟㗎，讓他重回職場，讓他重回社區，所以醫院有個團隊會進來輔助他，避開問題嚟㗎哈，本期去沙飛可以做些，也仲有。假使講我卡支持度唔拉發，會讓他安排到機構去，社區的機構去住，就是住在那邊，繼續做他的職能復健，讓他可以返回社區之後能夠穩定的發展。那個時候呢，社區的復健機構賣有人也有護理師繼續協助他。哦，對，但是反家那是因為家裡的支持，我卡冇人可以肯定其實有嘅情況，就必須要到住宿型的機構。哦，對，或者是說有一種是我卡有人空下係啱過日時頭他卡出去上班，冇人肯定冇人照顧，可以有一種是日間的照顧，所以日時頭去。都按住轉來嘅種。唔關用唐醫療先生分享嘅就係是真的是外力的介入。我們說機構有沒有這種個案是他沒有那麼嚴重，不過他七家嘅病識感夠強。對，故說給七家真嘅親用心會叮嚀自己吃藥。哦，也是有，也是有，因為思覺失調就是有分輕度、中度嘛。通常輕度嘅你就是七家還可以打理七家。好，唔好像有時到中度嘅病人哈，自己的基本的衛生啊，自己基本的照護都沒有那個能力。好，基本上輕度嘅病人，我哋都盡量啦哈，冇俾啲機構，喺啲醫院徘徊。
尽量可以辅助他，他走的会可以返家，更正常的工作。其实他们都可以做得很好。好，服药他们也可以定时的服药。青葱因为嘿一听拿对我来讲啊哈，不可以隐瞒你的老板你有什么样的疾病。那你希望就是老板能够同理或是接受，结果老板中午还叮咛你吃药，对，就是大家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就是他搞了天数给，好，唔好讲因为给黑一扎视觉失调症的偏你排挤他，刻板印象就是觉得他可能等一下随时会有攻击你啊，哈，好像某说妈你会大赢，就是排斥他。我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？是因为我住的附近有一间牛肉面店，那个老板他的员工，你呛给员工就会视觉失调，跟员工有2个。不过我觉得那个老板他也是轻微的，可是对，可是因为头嘎低，对啊，员工气嘎压低，不过真的还可以互相叮咛，共荣。对，所以让他可以很稳定的在那个小吃店工作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，从嘛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。就像常讲，社会层面的支持是非常重要。你看，公开牛面跟面店跟头嘎，结果有轻度视觉失调跟偏移说，我可以来这边上班吗？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是一个小面店，对啊，没有办法请那么多人。所以这就常讲，你的药物是生理的，你心理就是你有很多机构要用家族的治疗，社会层面。对，因为像乃亚迪，像那个家族治疗，就是有我听到的案例就有一个 same 人，给后内也有暗用给母体，比如说给男朋友。然后家人对他们是一起做那种，就是共同的那种给治疗，效果蛮好的，对。所以像喜长，你那边应该也会一些像自己停药的个案啊，反而效果很不能讲恐怖，就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。自行停药很多时候就是有刻板印象，觉得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，对。然后家人不支持他，就是。所以会叫的哈，不看你就是讲给失败身体啊，就会想讲啊，你还有较好的啊，出院的，不是安尼当一做安尼乖乖安尼说啦，你吃挺宽啊，哈，就用意志力了控制去改宽不改好嘛，结果反而是家人让他停药。对，很多其实家人哈，在视觉失调的偏人身边，青春也会做家人，因为最紧密嘛，那给恐吓时间倾倒。你可以给他很好的支持，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病人，如果家里的人支持度不够，好，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，用药的观念不正确，还有还有某个问题发生了，你的敏感度不够，冇法给带专业看医生的话，可能后背就会发生唔好的事情，很看洋葱的事情。古时候人家讲，上新闻事件就会发生懂洋葱的事情来干哈。就係頭前那個事情冇先處理好，有症狀出來冇處理好，將會變後背社會事件的問題發生。所以師兄先生講嘅係講拄到咁樣嘅問題，靠大家來相互提示。不過還有乜嘢做得了，大家來分享聊下，再來講。今日到翻譯就啲繞牆頭，陳先生呢度節目地圖，然後大家來講，兩岸叫大家可能又在討論的視覺失調症，對不對？所以今本日嘅老古言語就來同大家分享下記。這個就是其實跟我們今天主題很像很貼切哈。其實曾經人講法嘅時節就係用海流來講，2年一季上冬暖，惡意送人6年寒。意思就會講哈，其實冷天嘅時節清冷有冇？唔過可以講你說話很溫暖的時候，大家也覺得心裡暖暖的。唔過一天嘅時節有沒有很熱？可是如果你惡語傷人，你就會吃到心肝都會冬天。對，古時候經常要用西煙嚟講一下冇？哦，2年一季上冬暖。2年6年，
2月还耶。可是你们知道，给木亚基龙虎年，你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接近。对，因为讲呢，其实因为哈，讲2段节目按讲下咯，有冇大家就知道，其实迄讲真嘅有按用嘅片，其实你社会的支持很重要，对不对？除了我们一开始观念嘅建立，沙菲用的看亚件事情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来机会教育一下？系啊，从一般哈要改变视觉失调症的情形哈，当然啦，不管是不是视觉失调症，还是其他的疾病，人家对病人这件事情的刻板印象就是，尤其是精神病患者，不是刚刚讲，基本大人啊、妈人啊，哈，不攻击你啊，也得影响，或者说就排斥他，甚至说就是隔离他，啊，假使讲，冇办法，嘛唔抵讲，用我来听书噶哈。可以先用我们的眼光来同理他，就会讲不要歧视他，还对他亲态帮助。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跟他友善对待的时候，我们的眼光、我们的言语，是给他最好的支持。对，比如说你真的行到给走在那个给如红的世界，黑公真的遇到了安永给你真的从小朋友开始，你就要给你正确的观念，你不要看到他就觉得哎。给黑点诶，做我们的接近呀，对，安永给观念就要先建立，然后像喜上公，你也要学会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因为哈，一般我第三期就会某第医院按你看电来啊，哈，吃药啊，哈，治疗啊。你冇靠听，你还没真正有稳定吃药，妈冇靠听讲，佢啲不卡还没有好好的吃药，假使讲啲给方法，因为看到佢出现不当的言语和迄行为，通常啦吼，就会可能有个无好好啊，是有开始有征条出来哈。其实后呢，可能哈，做一下事情就会要报复人去干，嘿，先离开那个现场，好，那个警觉度要高。再或者就看哈，佢还没身处在危险的环境，因为有时候佢要行到太马路上，真动人去看动物车来去哈，当门一下，可以报警警察来带佢在旁边。这样子也是给他一个很好的帮助。对，所以就是不要紧勾给时间，用一种很鄙视啊、很鄙视、很歧视给眼光，然后躲开，不是只是这样而已哈。不过亚黑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不过我们等一下按用影哈，其实心理治疗很重要。我们看我们讲是优的青葱优吗？沙琪给直此青葱优哦，我觉得心理治疗，因为为什么家人照顾，其实家人也好累。对呀，对不对？因为哈，第一眼堂。大概就谈到嘅家人吼，照顧到都唔掉，我人喺度講，唔可以管佢一叫就管佢一叫，冇逼出來，係唔可以逼出來哦，逼出來我造成下度困難安尼吼。其實佢都唔記得咧，醫院吼是急性治療，時間都係平穩嘅，佢要在意啊。他們把醫院當成好像康復中心，或者是一個有那種照顧佢嘅中心，冇想會做不好。因為安尼。偏眼糖豆，其实我会觉得我是被遗弃的。对。可是他是明明生病，他根本没办法控制去改行为跟言语。给他实地医院好好照顾，可能不多久他的状况就会恢复了，就可以回家了。所以心理治疗部分哈，第一就会偏眼去改。第讲，我现在得了视觉失调症，我去改本身原来有病耻感，有病耻感，我用来帮助我去改，这样可以跟与疾病共存。与疾病共存就是你要面对，你要接受，你把它当成一种慢性疾病。对呀，就像过去食药嘅当你同样心的问题，你这样子想事情。对，只不过你今天得的是视觉失调症，好比较棘手一点的视觉失调症，但是。做像高血压、糖尿病用当你食药的控制剂，跟它共存，跟它共生。还我哋讲，这个有症状来噶，我用的处理，我有只病人，佢黑烟黑19年嘞，机构社区往往反19年嘞，佢冇办法转去社区正常的生活，就会给他家庭的支持冇啦，冇好好啊照顾转去啥去前冇条路可以走吼。有时有冇真上色，故说大概做医院机构来回，有人也讲过一件事情，佢啲醫院的表現當好，佢會幫助較弱勢的病人哦。有人也講，我每天晚上睡覺，就有一個人要殺我，割我的喉嚨，把我割得很痛，然後在我旁邊
就是叫我要去杀谁杀谁，杀那一床的人，杀那一床的人。他这就是幻听，他就是幻听幻觉。佢当日做出现哦，当日做出现啊，当日去偏逢看结家，给周老讲，郑老师，昨天我又被杀了，我一整晚都没有好好睡觉。啊，我给讲的，他给懂强怂的哦，这就是什么？他说我知道那个是症状，所以我唔会赶紧。我就摔唔到，俾巢空去啊！我都冇摔啊，所以他知道那件事情发生嘅幻听幻觉发生的时候，佢第一个啊，我嘅真的有发作了，他已经有到这么强烈的这种，对，所以要建立自己的病识感，这就是心理层面的。我用我心理的层面来告知我自己，我来治愈我自己，我与疾病共存，这也系心理的因素在病人的身上。他们个家属哈。青春有一啲，我也在我看人得视觉失调症，我讲很多视觉失调症，我看人认识视觉失调症，怎个提供我用来帮助我也在我看有安的精神疾病的患者，我用来相处，伊还有一种很多心理的支持团体，规则嘅家族嘅人就可以送诶，第八月动到无空用诶视觉失调的家属，提供每一个人的照护的经验，大家来分享讲啊，我看有安尼。听人啊，很用来照顾佢啊，很用来对待啊，哈，很用来安排生活啦。他家底下在团体家分享彼此的经验，安尼团体成立还不错，还有成功案例，而且都得相互交流，而且家属之间也要互相支持。对，因为每次都爱照顾偏远的时间，每次都亲脆弱的时间，黑公有一个人可以理解我，跟我说，哎，有嘛该方法啊，我可以有个出口，我也可以。回去再重新建立我的能量，对呀，因为公司才发不还有爱有给偏你，一定是辛苦的，对，而且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重启嘅空间，真嘅系爱叫你，我说辛苦系挺错诶，不过系讲真言，我还有爱嘅问题无法突，真言就会读到诶，要接受，对，真言，要找到好的方法，还有要记得，就是向外求援，社会的资源还有懂得认敌嘛。就是可以上卫生局的网站，各地的卫生局网站、心理卫生中心啊，一大堆视觉失调一些资讯跟协助，还有各单位的窗口都很明确、很清楚。就是不要害怕对外找资源，社会资源其实有，就怕你不去接触。紧张，因为做这个已经。很专业，然后也在精神科的病房待过，所以你也看过很多很成功或是不成功的个案，陈某。是啊，就是像其实成功的案例，后来我自己的心得是，家人的支持度够不够，取决于他有没有办法回归到社会自主的生活。我有一个病人，他就像我们刚刚提的，我来回10多年了，为什么还住在医院？就是他回家之后的支持度不够。家人没有支持他，然后他告诉我他的梦想，他想要做幼儿园的老师，他当爱生人呢，他印象要转去幼儿园做幼儿园的老师，不过社会没有办法接受他，他有试过，他要去应征工作，那医院的职能治疗师也是在做这一块的资源的建立，还有职能的重建。我们有一个团体，就是有医师。还有护理师，还有就是心理师、职能治疗师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身负一个归属于这一个团队里面，要怎么去协助这个病人。那他回归社会去之后啊，做些啊，什么问题？还忙出去做些前哈，有一个职能治疗师，我老给安排，伊给他专长来做安排，然后伊天数请投入，还有我就一听我老给雇主讲哈。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疾病啊？他会怎么样？然后他如果有按时服药，就不会怎么样，就会全部共情处啦哈。要在偏影之所以没办法回去做他心里面想望的那个幼儿园老师，是因为都是小孩，所以一般的雇主不太愿意接受他。所以社区的支持度不够，家庭支持度不够，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。成功的回归到社会去，所以到目前还是在医院，都银行的第一院，也是公园嘞。还有叫做家人非常的关心，是医生讲我需要的，那叫我做来回诊，那叫我做嘛该，给妈妈做记录，哈，那叫我带家来的来。可是妈妈无限呢，
就这带来，好就排班，他个脾气安尼带起来，啊，开始要做些饭呢哈，妈妈。唔单是喺职能治疗师，我带电去雇主诶，妈妈嘛我带电去，就是本人看到跟妈妈希望一个孩子重生啊，或者就是能够自理、智能的那个自主的那个欲望哈，或是想望，所以就比较容易成功，所以比较容易成功，对，就会希望讲有今日个节目，让大家都建立你对了解平感认识，还有重新上讲诶，系咩心理、社会、家庭，系讲支持都很完整，它是很容易成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真的。感谢线上的都亚边同大家的朋友按重要的观念，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他的，好唔好？按子 C， 哇，乡亲朋友哇，大家收无动态哦，天天下来做认同了。